好友谊姚振宇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大会，在日上午伫北区河尾路盛大场场，真侪拿赢大咖拢到场赞声友台选情，包含前高雄市长韩国瑜、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庭、立委陈以信、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林进旺、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执行长柯志恩等。为姚振宇配彩带、收前旗、送上有助胜选的肉粽等吉祥物。姚振宇，记者出身，记者的最大能耐是什么？挖掘内幕，挖掘真相，而且一直挖，绝对不停手，所以他才有办法做到副总编辑。然后呢，这样的一个女性，就是完全代表的台湾阿姓女性的精神。要建立立法院最大的目的。和姚振宇同款，就是要把这毒糖一尾一尾甲酿出来，安尼好无？好。要把这官商勾结这官员，一个一个甲送入去笼仔内啦。姚振宇强调，选战进入最后一个月，伊阁咧等候对手辩论回应。希望这一场选战会当正面对决，不但要比个人条件，比参选的理念，更要为国家大前方针讲得清楚明白，为台南的建设发展找活路。姚振宇的参选是希望给台南乡亲另外一种选择，和台南乡亲会使宣布同款的立委，虽然对方对手的实力足强，不过振宇唔惊，振宇甲挑战，振宇向他下战书，希望政策辩论。我要问他，你要为台南乡亲做什么？台南乡亲的两岸政策是什么？台南有很多凤梨世家卖不出去，你是不是可以修正你的两岸政策？我要问他，你要做一个监督的立委，还是一个护航的立委？亚洲顶场的韩国瑜强调，人民才是上大，只要是民生事变，多困难的选区拢有可能会当选。看到最近捍卫中华文化美女老师被网军出征，伊也表示，若是要切断中华文化，更是要拆掉全台守合台南孔庙咧。安尼对着后一代囡仔是要如何教育？亲爱的乡亲，切断以后呢，我们下一代的孩子要怎么教育呢？他们的思想是什么呢？我们要用什么有形的、无形的价值？伦理放在我们下一代孩子的脑袋里面，陪伴他一生。我们把中华文化切断以后，我们要放什么文化？姚振宇表示，为媒体人到参选立委，凭着对着国民党、对着国家期待挑战强敌，伊无咧惊。民进党的台独党纲甲意识形态治国，用国家资源壮大家己的政党，用庞大经费巩固，军人较无度食饱。各位民进党的立委争取经费补助，实在是超项。姚振宇呼吁台南的乡亲，和国会加一位敢讲真话、敢监督政府的立委。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。